功就已經贏咗，有啲人覺得幾百萬先係，每個人唔同。喺香港都冇話叫唔叫成功，都可以咁樣界定嘅，但係都要睇翻自己。如果你3萬蚊養妻活兒嘅話，其實都難嘅。成功就其實個定義係睇自己嘅啫，有啲人就錢就係成功啦，職位係成功啦。我對於人生成唔成功唔係睇佢歲數同揾幾多錢啊，唔係咁樣啊。我覺得人生係要生活得係平靜同開心。以而家 AI 啊，可能嗰批你覺得成功嘅人已經退下去啦，一批新嘅人可能已經係一啲啱啱出嚟讀大學嘅人，再經培訓就食翻個 AI 咧，可能已經取代你位啦，所以好難講嗰個range有幾長咯。做金融嗰啲有前途咯，或者可能醫生一嚟起身已經好多，計 commission 嗰啲咯，即係你做得多咁就多啲錢咯。如果我講就應該係勞動界咯，你見有淘寶啊嗰啲嘅，雖然分貨嗰啲可能你去整個物流中心可以自動咁樣去分晒貨，但係派嘅方面啊，始終都係高樓大廈多啊，或者樓梯級多啊，你冇可能去完全電腦去 cover 晒嘅，所以勞動力好難去 cover。